上的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好，师弟好。那今天或者来学习《论语为政篇》第2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子曰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”曰：“诗无邪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辞且格。”子曰：“50有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狱。子告之曰：“孟生问孝于我。”我对曰：“无为。”樊手机没电了，用到没电了呢。子曰：“临之以专则进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或谓孔子曰：“子不为政。”子曰：“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，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”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子张问：“十事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既周者，虽反是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《论语为政篇》第2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子曰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。”曰：“诗无邪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子曰：“50有5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狱。子告之曰：“孟生问孝于我。”我对曰：“无为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时战之以礼，之以礼。”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为其疾之忧。”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人养。至于犬马，皆人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射然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久之，先生传，臣是以为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与回言中也。不为如与，退而审其师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语。”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能焉收哉？能焉收哉？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问
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殆。子曰：公务异端，斯害也己。子曰：有为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问甘露。子曰：多闻缺仪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殆，言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闻曰：则民服。孔子对曰：举子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子，则民不服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何之？子曰：临之以庄则进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仁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余兄弟，师于有政，是亦为孝。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月。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勇，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受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是川王陶兴。天真收远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庆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中原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炼当来弥勒经。用持炼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炼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贤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金持炼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元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
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。转到了弥勒真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捕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。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何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悔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扣，1扣，2扣，3扣，4扣，5扣，6扣，7扣，8扣，9扣，10扣手。按详祈福受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文，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致导，圣旨昭革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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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全贤大德，谢谢师婷，谢谢师如讲师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领任以及各位全贤大德们诵经回向。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哦，全贤慈悲啊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陈老板的晚安，吴前贤晚安，翁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，洪前贤晚安。陈老板的晚安，晚安哦。